有辩论，但今天是第一天的早上辩论是有关英灵以及县官，和今天的立中是甘市的北院跟东顶来代表，和东顶是昆秋天星，和北院的是德西拉巴电视节目同学。和第一个辩论者是洛圣林的德西电视训练。大众请起立。我们恭迎下班季节仁波切莅临会场，请合掌。因为暴力而去建立面我先停止吧。呀，我让你们大家准备起身。
他说，请说出建立灭地的正义是什么？看上就是今天有关英明的辩论。如同文殊菩萨所辩的般的。大宝说我了是类似那没被相纠结，就把心中那几个学那样子，你比过去多是，写病毒嘛就也行。他背的3节课是吧？3节了。他说是有关县官的，是有关大。
什么他忽然间就毛博给列到结局这样子？我认为应该是有这样。Coś wielkie. Coś wielkie.我3年都带着人在这边洗，在洗，他带着我带到这种3、4天都这样子干。我火大，我把女朋友上班是。我们也按照规定来上班。测试1、2、3，测试6。Mungkin nomor bentuk mana